万岁，臣话有一本。再来，正为在他的查大人言道，使到娘娘送回陆家，要是生下一封为朕说起，万一生下了一龙，万岁江山不保啊！放水。现在娘娘为人分娩，谁知道是龙是凤？王万也是那一凤呢？我看来是别生一龙。放水。为人我能懂六个天师之水，是龙是凤，让我一算便知。快快随来。遵旨。太妃臣孙来。自为心谁用头哈哈大笑，将相了黄国妹生于龙头，黄国妹生太子，取名刘秀。汉高子马良少得举千里，张若头腾空气，声响王莽。张若为实的虚，声响苏醒。前马阵，后马步，上上报将。左摇旗与五花，一来报将。小女婿13岁，逃奔洛阳。归路上遇梨花，八方来抢。土地刚得成梦，能记他宝。大蟒腿张王莽，一日把狂。呀，这六个天数先分明，王将太子刘秀明，三位王莽得知情，岂不是难保母子两条命？为我想归心当急。一把贫家无上要报他命，阿阳王虽那为人我落个天师之
10岁，娘娘7岁，日后一定是生下一佛。什么？凡是他有6个天数，为人我有阴阳八卦，让我随朝一岁。快快随来！好，待我随来。随来，驾！为人我阴阳八卦守得明白，朝阳正宫必胜一龙，出名刘秀。好，乃是一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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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龙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争了，到底是一龙还是一凤啊？我来问你，要是生下一凤，你讨怎讲？要是生下一凤的话，我主公是个头手，高官你查讲。要是朝阳正宫生下一龙，你辈子何模样？这个嘛，要是娘娘7岁生下一龙，我查坟证，并你发落。可是无比，谢姑包单，写起来。放心，百岁百宝。好，给寡人做担保。